足久的，你是土地婆的哦？你是拢袂大汉了啦，你哪？哪有袂大汉？我叫大汉的啊。啊，你啥来呢？本来就安尼。哎呦，啊恁兜唔拢安尼？无，干那我安尼。哎呦，夭寿咧，哪遮恐怖？咱过来叫做吼，迄个做俗语讲了好，你讲好唔好？预备起。小义讲了好。不是啊，你比啊！我莫去招你啊，你看对一台咧招啊。小义讲了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即摆又司机足歹的啦！来，阮这搭，阮这搭，无啦，来交管一下啦。司机歹吼，咱来开发一个新的物件嘛。新的物件哦，有趣味，咱较会买啊，对无？安尼哦，啊，我这钱的是哪开发啊？我跟你讲啦，钱水饺，创啊！你哦，啥物拢钱。今日就应该是钱收收的啦。收钱？对啊。我这人哦。啊无咧，我看因今日哦，大家拢有咧趁钱啦。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今日咯，落甲因钱拢收收的啦。啊哇！啊，毋过遐济豆我会惊的。免惊啦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像我同款啦。你若面手较歹，伊会惊你啊！来，面手较歹。面手较歹。嘿。钱摕出来。哎，是无够歹啦。哦。较大声的啦。钱恁爸摕出来。哎呦。安尼个啦。啊，你试一个，你拢卖做表情，我看啊。卖做表情，钱甲恁爸摕出来。你较快。安尼有吼。去收钱，吼。哎呀，若是收无钱要安怎？啊，哪有可能收袂到啦？那收袂到，你就叫因吼卖田啦，卖厝啦，啊某嘛袂买啦，卖拢袂买啦。我就是不管安怎，就是爱叫因甲钱摕出来啦。啊，好啊，我知影啦。好，我去教你，教你。你遐等我。好啦。好。来，看卖啊！哎，看卖啊！大家哦，来。哦，哎呦，头家娘你来啊！哎，我来啊啦！我甲你讲啦，今日吼，我要来收钱啦。哎呦，妈妈安尼，啊，即摆就司机歹，阮遮有趁无啥物钱对无？你即摆就来甲我收钱，趁无啥物钱，哎，这样都是人安尼。好啦，来，去啊！啊，凊菜摕哈，好啦，啊，遮啦，辛苦你啦吼。好，你无用啦吼。好啦。哎呦，心地阁袂歹哟。歹势，我来讲，新的产品，从这个产的虫，听无啦。产破虫。韩文啦，伊个外国做好食的。啊，这袂歹啊，你生意嘛袂歹嘛吼。外国生意无好，甲要死啊！你话无人嘛，对无？你知影就好，来钱摕啊。无啦，无你听我讲吼，我最近生意无好嘛，啊无，无时间吼，小互我拖一下嘛。袂使拖啦。啊无，我物件互你食拄好无？来，你凊彩我已经食足饱的，哎，你讲无摕钱出来，我要冰打哦。好，卖，好，卖冰打。哦，好啦，来啦。啊，好啊啦，已经足水啊啦，唔免笑啊，笑甲你手机要破去啊！哎呦，什么水尔？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足怨叹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怨叹什么无？怨叹啥？怨叹我哪会生一个这水啦？哎好，卖无用啊！卖地动啊！卖无用啊！卖无用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哈，卖怨叹啊！我甲你讲啊，我今日来吼，就是要来收钱的啦。收钱？对啊。我就还袂答应咧，收遮急。啊，你是惊收袂到哟？你假变尔，你惊我会走去？我足惊，我惊你安尼走去啊！你看我这个形敢走会紧？会歹讲哦。走都紧的哦，100公尺走9秒了。这紧着，好啊！昨下我已经有打电话给你啊，吼，你已经甲我答应啊，哦。哦，你真正足啰嗦的呢！卖了500啥钱摕来啊？拄则才来一个人客，放一摆就50块，你即摆就要收转去？我要安怎？气死啊！提去啦，气死！态度较好的，我甲你讲哦，来来放者，放10届吼，一届免钱，一届免钱，来。好，谢谢。胖得很坏诶。你口气啊，口气啊，你口气好的。你爱换几种方式来放掉哦。来放掉！好，去无用啊啦，走。啊，是有收到无啦？我即摆足需要钱，有收到有啦。哎，交出来，哎，我若无看到啦。来，交出来。拢互你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话惊死诶！无问题。
爽快哦，哎，去看医生啊！条条啦，你到会小主哟啦，啊，你大家会小组啊？你到会小主哦。啥啦？是你讲是啥用哪啦？拜拜往生去啊，有啦。够啦！啊，无是安怎咧？我讲伊无去啊呀！你拢无去？伊拢无伫遐顾大啦。安尼哦啊，我打电话嘛打袂通，我唔知影伊去对啊啦。安尼？啊，毋过嘿，伊大女啊有甲我来啊，你甲我看卖来来，啊。我讲来，我讲来。快点啦！安怎？我走啊，钱我嘛带走，唔免找我，反正你嘛找袂到。钱拢摕走，安尼阮大家伙仔钱你拢互伊摕走啊？哎，什么？你这不连辛苦钱呢？我有去啊呢？免怎免怎，你讲免怎，你讲来，我听你讲来。你讲一个，你讲。你讲，来你讲。我嘛唔知要安怎啦，我唔知伊去对啊啦。哎，这叫我什么地带啊？你有看到无？我老目屎啊！我伫考啊！等你，你个大的老板仔。好，你来对你看卖啊！啊，咱想一个办法啦！哎呀，啱啊，你是遮的吼，算是吼大。哎，你讲什么人大？大鸡头啊啦！好，大鸡想办法啦，安尼是要哪解决的？免转啊！对啊，免怎？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嘿听讲吼，最近有一间大皮公，大屁大皮公。大皮公，哦，大皮公伊就零下，找伊斗相共。好。哎，啊你嘛咧打你嘛好啊，咱就去找伊的话，你摕伊手机是要创啥？对啊有电话哦。恁这都有所不知哦，安怎即摆的科技足进步的，恁若是要坐车，安尼手机啊哈，安尼回，哎。回我哦，安尼车就停伊落来啊，哦你若是巴肚少摇的有无？安尼手机安尼回，马上就送到你面头前。安尼哦即摆的问是面共款，同一款。安尼这厉害，叫什么？波价啦，嘿，波价，嘿，GOD 价，嘿。哦安尼哦，好，恁等一下吼，恁等一下吼。安尼就使啊！大皮新港加了。回来啊！真够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大，哎，进来，来，恁拄啊有人讲个咩乌波教嘛吼？对，看卖，哎，我就是安尼来对袂了。好啦，迄有收过。我先甲你说明一下吼，阮的收费的标准即摆无共款，即摆当机较早无共款啦。乌波教，乌波倒头，吼，安尼算一套啦。哦啊，这照跳表算，嘿， 1分钟开始计算， 1箍。无贵啦，无贵。会使啦。哎，我等者吼。啊，你通一阵姓名我。哎，快点，对方姐，啊，你连新闻嘛使用叫的哦，当然啦，太厉害哦。来，啊，毋先甲白者。真有价你呢。拢有要讲？使咱即届叫一个大皮康神，吼哦，，你迄个回咧，啊，你看对阵姓名来，我教。啊，你手机啊，我看着我就知啊。哦，你会无效？哎，阮家己手机才有姓名，你手机也无姓。来大皮康神来降价来。我是有什么代志？嘿，啊，不是啦，大皮神哦，因为最近啊，我有甲人对一个花啊卡啦，一卡花啊，哎，一卡位啊，啊，就有一个人啊，是花啊卡，一卡花啊，你讲。一卡花啊，卡花啊一卡花啊，啊，就有一个人啊，吼，钱收，啊，说走路啦，哦，即摆爱麻烦大皮神吼找人啦。有啊，来是花啊，迄种赌气。哎，对啊。恁遮真正足害，恁遮是攀啊啦！啊，有钱人去添油香去兑花啊啦！对啦哎，迄嘛是我的退休金啊，我甲伊添起来。无啦，添你的福我寿等下你若是人甲我找着，我就随机来添油香。嘿啦，我嘛是。甲恁添香。换一尊，换一个速度较紧的啦。来，换一个碰风神，哎，这人，要调查这件代志啊！哎，旁边这个什么人？有这啦，因翁无去啊，伊就回头因爸就伊啦。因翁无去啊。对啦，所以走去的是恁人。哎，钱就是伊摕走的啦，我的钱吼嘛，互伊摕走啊，我互骗去啊啦。对啊。甲恁人的八字摕我看卖。八字啊，那被互阮师傅看一伊下。是50年厝的，你无遐老吧？有啦，50年厝的啦，5月初6、5点6
分出事的。这都你几人就加入5566。迄真红呢。我抢呢？安尼算起来，恁翁犯太岁，哎呦，爱说你哦，爱说你哦。这代志非常之严重。我问你啊，伊是毋是在5月初6 5点6分老头？大比赛，你哪知啊？就足简单的啊，就生日5月初6 5點6分5加6 11嘛，迄个8、2、2、11加起来注定爱走路嘛。啊，你5月初6 5點6分多4月10點就走干那8咧，对。就爱走路。恁翁叫什么名？伊号做王小伟。王小伟，我熟悉足缘投的啊，我捌看过伊啊。偏偏不了解，这个人，哈哈，这查甫人命中带桃花头的，我有影哦可能钱款的去饲查某，哎呦，那有可能外口已经偷生囝了。本身咧，甲你开盘，你边啊咧比人拍咧，拼啥个工人？啊，你讲有道理？啊，拍谁啦？哎，乖乖，你看这个王少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甲恁讲是啥物原因啦？啊，就我进前吼，我就投资失败啦。投资失败啦。伊投资失败啊！到底是投资还是投资？你是失败还是失败？拢失败啦，无一个成功的啦。啊，所以我才无钱，才甲你的钱款走的啦。好啦，你请教者，你是讲倒偌济？参迄个回头吼，总共就6卡嘛，一卡300块啦。嘿啦啊，若回头卖算，安尼加起来吼，1500块啦。你一卡300？嘿啦，哦，你嘛拜托咧，恁爸做事做遮久，做当机做遮久，头一摆捌着这种的，倒1500就还佫叫这个有保价，再佫有保倒头，你1500你共走路，哦，我这款啥都共我讲。科技呢？你1500啊，你共走路，看来真正钱话歹趁。唔趁，你这个叫做青眉看故事。来，还有第2句俗语哦，请了。上太子啊！哦，这个你5月7 5月6分走去。哦，对，5月7 5点5分走去啊！6分啊6分啊6分啊！哎，大比成，你哪会知影咧？当然知影，你出我大家你嘛。这2个11家做伙，唔来拉破就走，干那飞咧。恁翁叫什么名？伊叫缘投，哎呦，我讲伤紧。阿妹啦，恁翁什么名？王小拜托的，就平常报纸。贵啊！有可能钱款我来去饲查某嘛，我就偷生囝，饲查。你莫会拍飞啊！王少伟那个安尼你对啊，来，你了。听我讲啦。你免讲，我知你就是投资失败嘛，嘛你要投资讲会投资去嘛，对，你讲歹运嘛，对嘛？所以人伊大家就讲趁钱足艰苦的嘛。你过来，你问我讲我到底是欠偌济钱？我来讲总共加起来才1500块啦。什么？你一卡才300呢？对，哈，恁爸做神做遮久，头一摆办的这种的哈，一卡300块尔，你也请到这个，人走1500块尔，叫做有保价，有保倒头。喂，你这根本就是青面的拍算盘，拍破过来，来哦，拄着2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青面的看故事，青面的拍算盘，感觉。恁这个情形，拄喺你当基地咧讲的，讲你啊，你用倒1500尔，叫这2个来，佮开遐钱，毋是加开的，吼、来，感觉第1句叫做青面的看故事的请举手。如果青面看
看故事嘛，就是白看无啊，看的嘛白看的。白看啊，后面白了讲的啦对啊，后面迄就心内知知啊。哦，怕圣魔。哎呦，恁上个时候青米的拍算盘，你讲心内知知，甲你请我有，讲我呀。老师，超摸啦。咱什么叫过时？政府有时要通知社会，当时去领喙安，当时爱有什么宣布代志，伫咧固定的所在，迄叫过时。对。毋过青梅的朋友，伊目睭看无，伊去啊嘛是爬山填海了戆工，所以青梅看过时是无彩工啦。才刚，无才刚。啊，若青梅拍算盘，咱是要来算数。对。算数啊，算盘叠的。啊，毋过小目伊看无啊，所以无看到遐小目，无看到小目就啥？未见笑。无看到小目啊，未见笑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想讲吼，这1500，讲实在，这1500要走路实在足歹势，所以人家是未见笑安尼啦。哎，我听出来意思啊啦，就是才1500尔，啊，因若要甲我讨，至少我袂见笑。连1500甲要甲你怪，你袂见笑，是安尼哦。这答案是青梅拍算盘，袂见笑，未见笑。看袂到笑啦，看袂到笑目啊，看袂到笑目啦，袂见笑。你要讲怪嘛，怪较济咧，你嘛爱15万。今仔日都学到这两句算袂歹，因为青梅什么青梅拍算盘叫做未见笑，拍我过来。